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雅歌書第一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諸女之言與新婦佳偶良人對讚符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們。今天讀雅歌書第一章，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。願他用口與我親嘴，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，所以眾童女都愛你。願你吸引我，我們就快跑跟隨你。王帶我進了內室，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，勝似稱讚美酒。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。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，我雖然黑，卻是秀美，如同基達的帳棚，好像所羅門的幔子。不要因日頭把我曬黑了就輕看我。我同母的弟兄向我發怒，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，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。我心所愛的啊，求你告訴我，你在何處牧羊？晌午在何處洗羊歇臥？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邊，好像蒙着臉的人呢？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帳棚的旁邊。我的佳偶，我將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。你的兩因發邊而秀美，你的頸項因珠串而華麗。我們要為你編上金邊，鑲上銀釘。王正坐席的時候，我的拿達香膏發出香味。我以我的良人為一袋沒藥，常在我懷中。我以我的良人為一棵鳳仙花，在隱基底葡萄園中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美麗，你甚美麗。你的眼好像鴿子眼。我的良人啊，你甚美麗可愛。我們以青草為塔，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梁，以松樹為椽子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一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諸女之言與新婦佳偶良人對讚符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諸女之言與新婦佳偶良人對讚符，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。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一章：諸女之言與新婦佳偶良人對讚符。想一想，佳偶與良人如何對讚呢？